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威文，今日同大家介紹嘅單位係大圍名家匯一座高層 A 室，一個實面積2073尺，4房2套嘅單位，我哋大家一齊嚟睇睇。名家匯位於大圍半山，背靠獅子山，屋苑屬於低密度豪宅，單位享有5.4米超寬闊客飯廳。加上大幅落地玻璃趟門連接出露台，光線十足。企喺露台就望到壯麗嘅山景，亦欣賞到最廣闊嘅大圍市全景。加上清風送爽，令人感覺非常舒適。客飯廳全長超過9米，而樓底高度亦超過3米。飯廳旁邊亦設有對流窗，除咗陽光入屋之外，亦可以南北對流，空氣更加流通。跟住係廚房，地方就非常寬敞，擺放大型雙層雪櫃、焗爐、洗衣機、紅酒櫃，兩邊嘅工作台。假日喺屋企舉行家庭聚會，或者約埋3、5知己一齊喺度煮下嘢食，都變成一件賞心樂事。出返嚟客飯廳，靠近大門口位置有一個睡房，大約有15.3平方米。屋苑附近嘅顯徑村設有商場街市，周邊亦設有茶餐廳、超級市場、郵局等等。跟住嚟到走廊，右手邊係浴室，設有玻璃鏡櫃，採用浴缸，鋪上瓷磚，高貴大方。左手邊係一間連衣帽間嘅套房，大約有15平方米。屋苑附近社區康樂設施齊備，有顯徑村體育館、車公廟遊樂場、紅梅谷遊樂場及自然教育徑，可供公眾使用。而套房浴室亦設有通風窗。跟住係第3間嘅睡房，大約有10.8平方米，間隔亦都方正實用，而景觀就會望返翠綠嘅山景。最後係特大嘅主人套房，超過25平方米，可以擺放任何大型嘅睡床或者係衣櫃。屋苑會所設有室外泳池、兒童遊樂場、健身室、按摩池、蒸汽浴室、卡拉 OK 室及宴會廳等等。屋苑鄰近獅子山隧道，住戶駕車前往九龍區亦非常方便。主人房浴室亦設有大型通風窗，更設有按摩池。介紹完畢，多謝大家。